好，各位前人大家请坐，谢谢谢谢。感谢我们副前人梁老师，我们前人梁老师，各位前人大家好，大家午安哈。刘教授哈，后学给大家简单做一个，跟大家再讲一下哈。他的我们学务长平均在台湾的学务长是1.5个月，1.6个月了，平均啦，寿命啦，一年半就对了。他做的是3年半，得到你给他人啊修道，先都给你颁一个叫做最佳杰出修道奖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不公平哦，不公平。连续得2次，你的修道你有肯定你个对不？对，先有肯定。他在教育界是得了2次的最佳杰出贡献奖。后续不是要讲他怎么样哈？你知道我们一贯道最大的体系现在是什么？花一崇德，对不对？那花一崇德里面有台北道场、台中道场，对不对？台中道场里面又有分甲区跟乙区啊，一个叫做什么？浚河什么书院？正和书院里面，一个叫庄院长哈，一个叫副院长，叫做李泰山教授。原来跟他是很要好，伊嘛做学务长，在隔壁的一个大学，他居然没有度化他。那后续要讲这个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吗？他说我50岁才来哦。伊无怪你呢，你一贯都拢无甲懂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诸位浅浅，如果你们遇到一个名人，遇到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你们要勇敢的跟他讲，有机会要邀请他来让我们副前人成全，邀请他来到我们的道场。有一天，他觉得道很好，诸位浅浅。什么叫做三敌对讲？有一天，他要去回到先有的地方，伊讲你一贯都拢无人来甲我斗，迄电影会做出来呢？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有浅浅跟你讲啊。对，所以说诸位浅浅一定要勇敢，跟你身边的因缘来阐述我们道是真的，因为我们。不是因为难搞，是因为上天今天要把道传向万国九州。所以浅浅，我们今天要去渡人也好，今天你要讲道理也好，我们要求谁慈悲？上天慈悲，求仙佛来加持，对不对？讲早顿菜头，暗顿姜啦，较赢拜神烧好香，自己心香烧无味，免来脱轮回的经济。诸位浅浅，修道吃素，你要。早一点啦，唔通讲50岁啦，对不对？15岁就开始啊，比17岁跟他拍拼，对不？你若甲讲多好，我15岁就开始拍拼呢。今天的成就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最浅显，今天修道就是问自己。刚刚讲那么多都是问自己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修道，你有感动你家己无？你有感动别人无？你有感动的无形大德无？你有感动甲你有一天你有欢喜无？最重要，感动仙佛来加持我们好不好？请济公老师来加持我们好不好？感动许多有信心无？小济公出场了。嘿嘿嘿嘿。
天南地北高有，九州开国新中国。走马走，流马流，哪里不平哪有我，哪里不平哪有我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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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我来两花楼，互恁兄弟无要扣钱啊，买着囝的。咱出来讲着短吃，好死老岁啊，人老命的。讲甲当今路，会世间里，鸟为失望啊，人为知啊的。上真最好着海海，四种好气先都来咦。让人第一步杀生，都是父母养育儿。与君黄金100两，谁肯食当歌是谁？祝各位新年大人法喜充满，刀红掌。收都爱趁早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讲看到囡仔安尼照做就足简单的啊。我15岁就开始要来拍拼，我若开二四，我即阵我收到就无共啊，对不对？注意，伊真正吼，教授真正真欣赏咱注意一点。恁即阵阁会当伫咱父前人安尼吼，谆谆教诲之下，会当比较互咱了解，会当了听到真理。我甲你讲，一个人拄着困境哦。你知影，敢若你大海之中，迄真正无大无宽的，迄若有一个所在袂宽，咱会足温暖的呢。今天我们遇到事情，有这么好的前辈带领我们，你知你行偌济冤枉路，你知无？你若认为道之路，你若看有无？你用爬就爱爬来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真正感谢上帝慈悲。同样了，我们今天修道，你一定要有信心。所以天贤，你们最高的地方要回到哪里？一定要回领天哦！人世间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，就是要让我们历练，让我们过关。做过关的目的就是要回领天，对不对？这些困境、这些逆境、这些顺境也好，都是要让我们有出发心保持。只要我们有出发心，就有生机。一个修道人有出发心，就是有生机，就能回领天，好不好？高山青啊！
啊，你会记得较早你天遐，你前面的做仙衣衫、仙衣鞋的时候，也是这么快乐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好好修道，认真修道办道，老母要将仙衣衫、仙衣鞋吼，一个啊一个要人穿倒转来，对不对？穿倒来要通啥物？各显神通，度化有缘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在李天东花院来到人间一家人哦。现在我们要花心之后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愿力是什么，就是要度化有缘。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个道场当中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卖用个异性啊，用个主性，对吧？能生万王，将这个万王展现人间，好不好？一家人大团结，好不好？要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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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大团结来，一家人，后面站起来，一起来，动一动，一家人一边就好。来，哎，团结起来，将我们道路展现全世界，开下万国九州，一起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为你的老母的家哦。我的家人，在无极里面，你的家乡，你的家乡，也在老母的地方。从前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现在修道依然是一家人。首先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弘扬着祖师的真理。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。大声一点，爱想道场，爱想道场，前人前人前人。我们团结起来，将这个精神展现人间，将这套法传开向万国九州，好不好？我的家人，在无极里面，你的家乡，你的家乡，也在老母的地方。从前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现在修道依然是一家人。手牵手来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弘扬着祖师的真理。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。大声一点，点钢丝，点钢丝，木匠人，木匠人，木匠人。团结起来，跟着他弘扬真理，万国九州，好不好？牵手心连心，更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将我们的真理弘扬世界，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。大声点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弥勒弥勒，大团结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有30公，感谢顾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燃诗慈悲一鞠躬，感谢各位前人慈悲鞠躬，谢谢。哦，